花莲马大安溪溢流酸长严重，为了要防范突发性重大的天然灾害，内政部连续2天举办着防灾国际论坛。部长刘世峰讲，安尼面对后一届的挑战，才更加知影要安怎来应变处理。带老杨土水冲入去花莲光复乡，9月花甲沙大雨，造成马大安溪崩山湖溢流，这个突发的重大天然灾害，要安怎防范？今仔日内政部找美籍汉的专家，也有当时伫第一线协作的应变团队举办检讨会，要强化国家韧性。让我们来接受下一次挑战的时候呢，更能够在危机的处理上面，或是应变的处置上面，能够更进一步。除了检讨，事先做预防嘛真要紧。一本政府印的《台湾全面安全指引》，预计明年1月7号进前，全台980万户家庭拢会当收到。内底相关指引，要帮助民众理解各项的灾害甲危机时应变方式。严格媒体前讲伫纸箱内底，看到3本手册红单细煞，甚至和在亚批评细作加工，和老世风气甲回呛。我觉得提供这个讯息的，要么就是公主病，要么就是王子病。他可能是在无尘室长大的。大家不要视而不见，翻翻看这一本手册里面，给我们意见，我们可以检讨改进。路透社也报道，这本手册是咧帮助居民为潜在的紧急状况做好准备。高鸿波也讲，路透社评价不是制作加工，美联社也讲手册将有参考价值。最大的外管包括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芬兰等等，拢伫咧网络表态支持，民众会当对这本手册得到更较侪防灾的资讯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